大家毕竟相识一场，唐公子，以后不管怎么样，咱们都不要再见面了。啊！喂，秋香姐，继续打！秋香姐，继续打！唐伯虎，你害得我倾家荡产呐！你勾结宁王修桥收钱，以致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。现在宁王收了我的德月楼，我祖宗3代的基业毁于你手，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！慢着！我唐伯虎一生光明磊落，从没做过半点伤天害理的事。各位，你们听到的全都是谎言，全都不是真的。我也是冤枉的，冤枉你？谁信你谁信？就是冤枉什么呀？你何老我太惨了！你冤枉！假一，你冤枉！我这把全被你盘不破了！你冤枉！谁就是个大坏蛋！听见了吧？你可出了大错了！你就是个伪君子！太缺德了！既然各位认定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好啊，我唐伯虎愿意以此证明我的清白。来吧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老板，会死了吧？老板，唐伯虎死了，快走！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干的，他自杀的，快走吧！是他自杀的，自杀的，走啊！自己自杀的，他自杀了？是呀，人家根本就没自杀，这不过是摆个样子，苦肉计，懂不懂？他这点小把戏，也就骗骗你。哼，这死不要脸的唐伯虎，到现在还要骗我！哎，我踹死他！哎，别，万一赖上咱们怎么办？哎，咱们赶紧走。公子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哎呀，公子，慢点儿。公子，您这是何苦啊？我就想以死以证清白。哎呀，堂兄啊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现在活着尚且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，那死了又如何证实得了啊？岂不闻白香山诗语：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项使当时身便死，一生真伪复谁知啊！”是啊，公子，您听听文老爷他说的，他说，您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啊，来，我正好给你解释解释啊。就是说啊，有这么一个好人，如果他在蒙冤受屈、未曾昭雪之前就死了，或者一个恶人呢，在他假装行善还没有来得及作恶的时候就归西了，那么谁好谁坏，你能分清楚吗？哎呀，文老爷，
多谢你赐教啊！哎，是啊，公子啊，您听听，温老爷他说的多好啊！您可不能现在就死啊！就是您得等事情弄清楚以后再死。对呀。你说你晦气，走。堂兄，哎呦，堂兄啊，我真是对不住你啊，我把你害苦了呀。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要不是我一时鲁莽，一掌震塌了那万年桥，你也不会落到这般田地呀。哎，贤弟，往事不要再提啊。人生几多风雨，纵然记忆抹不去，那万年桥还塌在那里。说得多好！这事儿是因我而起，所以我必须得做个了断。别冲动，来之前我们曾经怀疑过宁王出钱修桥，这事肯定有蹊跷。他还请我们帮他撰写碑文，就是设了一个陷阱，让我们跳进去。结果呢，这个祝兄先带头收了人家的润笔费。你就别再提这个唯利是图、见利忘义的小人了，行不行？既然这祸是从那碑文起，那我就带着徒弟们到桥边，应该怎么着？把那破碑给压砸了！多有气势！且慢，堂兄，你千万别拦着我！你千万别拦着我！这碑是非砸不可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要砸，我跟你们一起去砸啊！两位贤弟，你们真的要去砸碑呀？当然，我只有让老百姓看到我们跟宁王有正面冲突，要不然他们怎么会相信我们不是一伙？对，那就给他砸个稀巴烂，跟他势不两立。哎，两位贤弟，我觉得这事儿吧，得有我一份啊！那走啊，走啊，走，砸碑去！我的衣服，哎呀，快点啊！你等等我啊！哎呀，穿什么衣服？路上边走边穿。走。哎，袭击了！你看，来人了！三才子交费过桥吧？我们不过桥，给我砸！做啥？好啊，江南三大才子，你们吃了豹子胆了？敢砸宁王爷的石碑，尔等该当何罪？这石碑呢，是由祝公子撰文，唐公子书写，文公子撰写匾额，由我徐某人镌刻而成。就连这石碑的石材都是唐公子捐赠的，我们自己砸自己的东西，您管得着吗？嘿，小徐啊，你怎么说的这么有道理啊？这东西是你们自己的，想砸就砸吧，啊，随便砸，受累了，砸，砸吧，砸！哎，这出什么事了？唐伯虎啊，刚把四天桥石碑给砸了。哟，那感情好啊，大快人心呢，这是。哎，这叫什么？这狗咬狗，两嘴毛呢还。嗨，肯定是分赃不均，窝里斗起来了。那他们应该打呀，这打起来才过瘾，是不是？是打出狗血来，哎，是不是？打什么呀？把这闭上！我给你纠正一下，刚才说错了，没文化，应该是狗咬狗一嘴毛。狗咬狗，我成狗了我！我算是想明白了，现在要挽回名声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砸碑没用，咱得毁桥。看来我还得发神功。哎，贤弟，你这杀伤力太大的功啊，不能老发，伤身体。文兄还是你对我好，但没事我年轻体格棒。哎，你还想再蹲一次大牢啊？再说，那桥在那儿，好过没有吧？可是，我想到了，你想到什么了？我们必须要重建一座新桥。重建新桥，这谈何容易啊！钱从哪儿来啊？现在看来，我只能毁家纾难了。
啊，这宅子要不保了，那我得赶快喝口茶，没准是最后一口了。堂兄，我提醒你啊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哎，你那百鸟朝凤图还在家里吗？哎呀，头疼。对，堂兄，文房四宝什么你们家放不下，放我们家，我们家地儿大。啊，越来越疼。装的。喝茶。哎呀，我家公子回家纾难，欢迎大家参与购买。哎，王老板啊，这毁家纾难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毁家纾难呐，就是要变卖家产，为国家、为大家排忧解难的意思。变卖家产也就是说啊，唐伯虎呢要变卖家产，为大家筹钱，再修新桥。那看来唐伯虎是个好人呐，咱们以前可能误会他了。嗨，他说自己是好人，那就真是好人呐。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对不对？甭管是真是假，进去看看啊，看那里面有什么宝贝。好，对，走。来，抢。哎呦，唐公子，这颗玉桃要卖多少钱呢？哦，这玉桃啊，这是我多年前在扬州买的，当时花了我800两银子。那小哥你喜欢的话，500两就可以拿走了。哟，二哥，您早来了。哎呦，来了，发现什么好东西没有啊？没什么好东西，就是些不能吃不能用的玩意儿。不能吧？这可是唐府。哎，你看这小碗就不错嘛，拿回去喂鸟正合适吗？可惜我那鸟啊，早饿死了。放下，放下，这叫什么？成化斗彩鸡缸杯，拿回去喂鸟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你说这话也不怕遭雷劈呀？王老板，果然好眼力啊！这在成化年间，都能卖上100两银子了。是，所言极是。5两银子卖给我吧。王老板，你刚自己也说，这在成化年间已经要上100两银子了。可现在是正德年间呀，如今大伙儿吃饭都成问题，谁还买你的鸡缸杯？哎，货卖有缘人，5两银子卖给我算了，我这可是从嘴里抠出来的银子啊！王老板，5两银子，实在是难以从命。不好意思啊。公子，徐公子和文老爷来了。哎，二位仁兄，你们这是？堂兄要重建新桥，我们也要共襄一举啊！对啊，我们从家里带了点值钱的东西，看看能卖多少卖多少，聚少成多嘛。堂兄，你这儿卖的怎么样了？一言难尽。两位进里面说吧。哦，请。来，请。等着。看的人多，买的人少。不过也难怪啊，现在这个世道，解决温饱最重要。这古董啊、字画啊，以前是陶冶性情，现在谁还稀罕你？哎，咱们兄弟3人，平日里是家无余财，最多者就是这些古董字画，现在又不值钱。难道修桥的事情我们要半途而废吗？修桥这件事关乎我们的生命，绝对不能半途而废，要不然怎么面对全城老百姓？怎么面对我的秋香姐啊？对嘛，我也好久没见我那貌美如花的石榴姐了。哎呀，文兄啊，别这样嘛。为兄是想，我说出来你们也别生气，我总感觉少点什么。要是允明在的话，没准事情能好办一点。你就别再提他了嘛，这个见风使舵、见利忘义的小人。兄弟一场，何必说的这么难听呢？
我是想他的鬼点子不是多吗？哎呀，别再提他了啊！柱郎，你跟唐伯虎他们真的没有关系了吗？真的没关系了。娘子啊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舍得啊。瞧你说的，好像是我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。哎呦，别这么说嘛，咱们俩……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苏公子等了你半天了，赶紧去伺候人家。妈妈，我这里……这什么呀？赶紧去！对，老妈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先来的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？哎呀，祝公子，您也是历经青楼的人了，知道青楼的规矩的。我们前门送旧，后门就迎新，不管谁先来后到，讲的是银子。银子多，当然是独占花魁；银子少，少啰嗦，赶紧走。起来，去，放手。走。柱郎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别废话，走。狗眼看人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落了壶酒是不是啊？你神经病啊！摔坏要赔钱的。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就是不知道徐贤弟肯不肯割爱。哎呀，你就快说吧。你们家不是有一幅快雪时晴帖吗？这玩意儿能值点钱。我们家什么时候有过什么请帖啊？啊，那个时候你不是说哎呀，那就是想骗你们来看我练功的。你怎么也变得轻诺寡信了？那不是跟祝枝山学的吗？你看什么看呢？你来干什么？啊！你来干什么？看去！在哪？哎呀，别急！公子，宁王和华太师来了啊！我还追不上你了，我来。王爷，华太师。好，唐公子啊，几位大驾光临，不知道有何贵干呢？听说唐公子啊要募款修桥嘛，本王一定要帮你一把的。回家书的，一起回，不要一起书啊！怎么说呀？共襄一举哦，共襄一举啊！本王一定要帮你啊！不过你们4个好像拆了那个4弦桥，照理来说呢，你们还是太不够成熟了嘛。有个成语怎么说来着？怎么说了？书生意气。书生意气嘛。按我来说呢，年轻人还是呢太意气用事了嘛。好，请。嘿啊！哎呀，唐公子啊，我们王爷知道那事以后啊，非但没有计较，还说一定要到此共襄一举呀。好东西。王爷说了，修桥的主意啊是4大才子出的，帮忙就要帮到底呀！王爷，我说对不对啊？说来说去，他们都是一伙的。是对，就是一伙的。王爷，看看啊！我看，好东西。太师，有没有看中哪个喜欢的呀？唐公子，本太师听说你要回家纾难，我看看。我高兴得不得了啊！我还以为你会拿出什么宝贝来筹资修桥，我这一看，竟是些瓷器不值钱的字画，失望。
哎呦，太失望了。就是啊，真金白银一点都没拿出来，这叫什么毁家纾难啊？你知道什么呀？这真金白银的，人家能舍得拿出来吗？哎，还说要变卖家产，说为大伙儿修桥。你看这拿都是什么破东西啊？这完全是蒙人嘛，是不是？就是啊，就是。我看的都是没用的东西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咱们还是走吧。走。哎，走吧。喂，各位，哎，各位，哎，先别走啊！哎，各位，哎呀，这是假的！哎，别，哎，太师，我知道你德高望重，一句千金，但你一句话就把我珍藏半辈子的宝贝全给否了。你是应该知道这些东西比真金白银还要珍贵的吧？我当然知道它的价值了，所以我才这么说嘛。要不然都被他们给抢走了。你看看，现在反正也没什么人。我呢，我出10两银子，这些东西我都买了，怎么样？10两啊？要不你卖给我？我也。这。华太师啊，你在想什么呀？10两银子就想把这些宝贝都拿回家呀？你真的不怕被人家笑话呀？唐哥，我11两，我11两1本，你敢高出过12两2文吗？12两3文。 12两4文，你4文呐？12两4文啊！12两5文。哎呀，你个老混球！我出12两9文。两位如果真买东西的话，麻烦请出个实价；如果不是的话，恕唐某不奉陪了。哇，说生气就生气的了。我说的是书生脾气啊。不过我也累了，不跟你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 回去了，真的累了，真是书生意气呀！什么人呢？这是。这个搅浑水的终于走了。大公子，你看现在所有的人都走了，这些东西10两银子全都卖给我，怎么样啊？送客。这不识抬举呀你！就是啊，走，我们也走。走。本来还能卖几个钱，结果全被那2个人搞乱了。哎呀，他们本来就是来看笑话的，让他们笑好了。哎，唐安，到目前为止到底卖了多少钱？回公子一共卖了5两。5两啊！工钱都不够啊！哎，徐贤弟呢？啊，他说一会儿过来。他干嘛去了？说去想办法。 想办法啊！伯虎兄弟，你那《百鸟朝凤图》卖多少钱？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，修桥重要啊！啊！告诉你们啊，都给我蹲好了，想不出办法就跟这儿蹲着。谁要能想出办法，我马上就交他积水3000啊！师傅，师傅，这事儿兴许我能帮上忙。你们家有钱？没钱。没钱怎么帮？但是我有表叔啊。表叔家有钱，也没钱。但是他是一石匠，修桥呢是他本行。如果要跟他说说，没准他很乐意帮咱修桥，而且不要钱。行。 这我明天就交你积水3000。师傅，我也能帮上忙。你们家有表叔啊？没有。那怎么帮？但是我有力气啊！你看我这个，我这块，我这块，修桥不能光有石匠吧？得搬东西吧？我没问题，我可以当小工啊。回去。我也能去。我也有力气。我也能行。我有力气。我也可以去。蹲好了。 这样咱这钱就省下了是吧？是啊，这我得赶快跟他们说去啊！蹲好了。哎呀！哎，你不累啊？人都走了。这就是策略。这也行啊？怎么样？我这帮徒弟关键的时候还是能派上用场吧？哎，
现在人力和工钱都解决了，可是石料始终没有着落啊。哎呀，对呀，还有石料呢。唉，要是宇明在，兴许能好点儿。你能不能别再提他了？我为什么不能提啊？我怎么就不能提了？我还非得提。哎，你徒弟还是他找来的呢？这个祝枝山怎么哪儿都有他影子呀？真是！别扇我，我不热。你是不是在你们家被河东父忽略惯了？你出来找存在感来了你？别跟我提河东父3个字行吗？我头疼。你看，唐伯虎是真心给大伙修桥。看来我是真误会他了。之前咱们是误会他了，需要很大的勇气。谢谢你说的，真的是谢谢。没有看咱们能帮点什么忙啊？是啊，咱真的错怪，真的是啊，还真是好人。这个石料得靠银子解决，这个银，唉，每次都是银子有麻烦。公子，祝公子来了。哎，终于来了。不见。哎呦喂，唐贤弟，别来无恙啊！各位兄弟们，谁说不见的？这么多位兄弟都在呢，文贤弟在，徐贤弟在。这么长时间不见了，也不跟我寒暄一下。我先不客气了。我记得有人好像跟我们绝交了。哦，是我说的。可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听我把话说完。你想啊，这老百姓一直认为唐贤弟和宁王勾结在一起盘剥百姓，那我就得到处申辩呢。可大家伙都不信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咱们是好朋友。于是我灵机一动，突发奇想，与你等割袍断义。有道理，这样咱们就不是好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老百姓还是不信啊。文兄、徐贤弟，我们去别的地方再谈吧。哎，别！师傅，文公子，唐老爷，说，我大伯呀，在城外开一小饭馆，这城外比城里的便宜。我大伯说了，他愿意给大家提供伙食，而且这小饭馆，你来吧，免费的，不要钱。嘿，这不错啊！看到了，伙食解决了。是啊，但是现在买石料的钱还没有着落。文兄，你给算算，这石料得需要多少钱？至少8000两。8000两。如果要是我有8000两银子，你们是不是就原谅我了？当然。你有8000两银子？我是没有8000两银子，但是我有办法。这光有办法就没有什么附加条件吗？条件呢，当然有了。首先得借你徒弟用一用。行，那其次呢？其次这桥修好了得收费。收。没问题。行，一言为定，击掌为约。耶！大哥，我们以和为贵。大哥，我们是讲理的人，有话好好说。讲理好啊，不讲理更好。拆墙！拆！就拆！拆！不拉家伙！好家伙！快点！住手！他妈胆大妄为，想造反！陈峰，给我打！快上！打！
全给我住手！光天化日，聚众斗殴是吧？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他们胆大妄为，企图拆桥。好啊，来人，全部给我带走！慢着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呀？我管你是谁，全部带走！走。哼，大胆祝枝山，你为何要拆毁四贤桥？启禀大人，我等并非要拆毁四贤桥，而是要取些石料重修新桥。这和拆毁四贤桥有何区别啊？哎，这区别可大着呢。拆是为拆毁而拆，取是为修桥而取。有理有理。哎呀，老实点，王爷。你们重新修桥，为什么从咱们桥上取料啊？哎，也有理。师爷您忘了吧？王爷修四贤桥用的可是万年桥的石料，这万年桥属苏州百姓，这石料也属苏州百姓。现如今我们取些石料重修新桥，有何不可啊？言之有理。话虽然这样说，可四贤桥早已建好啊。如果是为了取料而拆桥，岂不是劳命伤财、糜费人工呢？是不是王爷？师爷言之有理，说的没错。只是若现在宁王肯停止收取过路费，我给钱。好，既然王爷愿意给钱，那此案就审结。我们具体多少金额的话，自己商议退堂。哎，站住！退堂。走吧，走吧。我就商量商量吧。15000两，少1两也不行。 4000两，多钱都不给。1万两。想什么你？6000两。9000两。7000两。8000两。 8500两行不行啊？7000两。1万两。成交。哼。不对，我怎么越算越多呀？咱们聚个众行不行啊？8000两。8000两怎么行啊？啊！成交。啊？哦。这是8000两银票，拿着。早有准备啊！走人。等会儿。怎么了？给我写一张15000两的收条。啊？写。哎，等，我们不做这种违背信誉的事情的。哎呀，什么违背信誉啊？现在不都这么干吗？可写在纸面上那不一样啊。就是嘛，这钱可以收，这收条不能签呐。不写是吧？那行啊，拜拜。我写，赶紧。他现在要15000两的收条，声称多了7000两。万一他，7000两算什么呢？反正写的是收据，又不是借条，不用还钱的吗？不是，问题是这收条在他手里。对，那是宁王的钱，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要不这样，等文兄来了，我们再商议。那行啊，你们慢慢商量吧。啊，我走了。慢着，我写。赶紧。不，祝兄，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妥。有什么不妥的？你不想修桥了？不想证明了？这，来署个名儿，快点啊！哎。走人。胡闹啊！啊，简直是胡闹！你们明明收的8000两的银子，非得要写一个15000两的收据，这，你这不写也不行啊！不写人就不给你钱，没钱你拿什么修桥啊？哦，这你就给他写了。咱们读书人要以诚信为安身立命之本。子曰：“你这子怎么天天约呀？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文兄弟啊，我说你啊，
小题大做。咱们不就虚开个收据吗？也没吃亏呀。没吃亏？那你这良心亏没亏呀？这一下全醒了。要不然我现在马上修书一封给宁王他，把书条要回来。要是要不回来了，不过至少可以把事说清楚。你怎么说？实话实说呗。哎，子曰：“实话实说。”孔子没这么约过，祝兄约的。笔墨伺候。去，把师爷给我叫过来。哎，是。王爷，您找我，何时呼唤属下呀？不要再演戏了。不，你给了四才子多少银子来修桥？15000两啊。那为什么祝枝山说只有8000两？我想起来了，他们刚开始一口咬定15000两，属下奋力与之舌战，最后他们被迫降到8000两。你要他们写下的收据是15000两。王爷饶命啊！既然王爷知道了，不得不说了。王爷，说心里话，我这一切都是为了您呐。为了我吗？你看唐伯虎他们马上要重修新桥，一旦修成了，四贤桥就收不到钱了，绝对不能让他们修起来呀。这跟你虚开收据又有什么瓜葛呀？当然有瓜葛了。到以后他们修桥的时候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那属下这就回去，把多得的7000两银子给您退回来。我要追加1000两。一共是8000两，一并赏给你。哎呀，王爷太好了！你给我，躺着干嘛？起来，起来！去吧，去吧。3位兄弟，这是我连夜绘制的新桥施工图样。哎，你们好好看看，这可比画画难多了呀。徐贤弟，昨日人家带我们去了一个特别正点的涮羊肉，哎，特别好。师傅，真的特别不错，师傅，味道。师傅，这个就是我表叔。哟，这怎么跟你长得不像啊？敢问这位师傅高姓大名啊？笔姓孙，你就叫我孙师匠好了。孙师傅，这2位是我的兄弟，这是赵师匠，赵师傅，这是钱师匠。你好。不瞒你们说这苏州城里修桥的高手都在这儿了。几位师傅，有句话，我想我应该先说明白。是这样的，我们目前只有8000两银子，只够采购买石料之用，所以……唐公子，别说这话啊！既然几位公子都是知书达理的人，我们也非等闲小辈。这次修桥不收钱，唐公子就别再提这个钱字了。那我就先感谢各位师傅了，感激感激。唐安，备酒，好好款待这几位师傅。好嘞，唐公子，别客气了，别客气，你的美意我们心领了。是。多谢3位师傅。正好我这儿绘制了一张施工图样，你们可以拿过去作为参考。来。我们修桥从来不看图纸，我们还是到河边的现场勘察一下。就是。这位公子，先告辞了。告辞。看一眼嘛，要不吃点再走吧。告辞。走了。看2眼嘛，看2眼。3位兄弟，来好好看看。要不我们也去河边看看？好，走，来走，看看嘛，看2眼嘛。徐贤弟，好好看看啊。怎么样？看不懂啊？不是，我画了1页呢。什么人呢？再看一看高度，还不够啊。这是正对着。
子，哎呀，公子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修桥所用的石料都已采买齐备，明日就可运到了。太好了！不好啊，不好！不是这石料都备齐了，马上就开工了，有什么不好的？明日石料就送到了，势必要过四贤桥吧？我就怕那宁王强行收取过桥费。哼，真是英雄所见略有不同啊。不怕他收费，就怕他不收啊。此话怎讲啊？若是收了过桥费的话，我们的石料过桥也就理所当然。就怕他不收我们的钱，还不让我们过，这该如何？几位仁兄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想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给钱。这叫什么办法嘛？宁王府的师爷生性贪财，我们只要暗中贿赂他一些银两，他必然放心。这比交过桥费要便宜许多呀。堂兄所言极是啊。是个好办法。你这边过啊。哎，小哥，我找师爷的。公子啊，找师爷这边。哎，你这边过啊。师爷，有人找。哎呀，师爷！哎呀！别来无恙啊！唐公子大驾光临，有何见教啊？没什么。来，走。什么事？说吧。是这样的啊，这个。哎呀，有话直说。这个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最近王爷可好啊？您现在说话怎么那么不痛快呀？哎，我刚才见你们在河边勘察，是不是马上要修新桥啦？是的。石料备好啦？没错。想从我的桥上过啊？对。其实唐某今天来呢，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收过桥费的事情。没什么可商量的，石料过桥，分文不取。分文不取啊？此话当真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啊！你们修桥是造福百姓啊，某家钦佩几位的为人，理当相助啊！分文不取呢，师爷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，到时候我过桥真的是1分钱都不给啊！干嘛把丑话说到前头啊？我给你写到前头啊！石料过桥，分文不取。我再给你数个名啊！行了吧？好。怎么了？师爷，那个石料是分文不取，那运石料的人呢？是不是？唐公子啊，你现在办事啊，忒不痛快了啊！不是，我行了，来，我再给你写一张啊。石料过桥，石料与过桥之人，过桥费全免，分文不取。哎呦，你不怕啰嗦呀？我也不怕啰嗦，给你写。我再给你数个名啊。好。哎，好嘞。好嘞。总行了吧？行了，谢谢师爷了，学生告辞了。唐公子且慢，你这石料过桥人手够不够啊？我家丁不少，可以支援你们几个。这件事情呢就不用劳烦师爷了，我们人手呢特别足够，好吧？那我就告辞了。哎呀，慢走，谢谢。恕不远送啊。起来。姐夫，你打算跟他们要多少钱啊？我决定分文不取。是啊，你怎么看？姐夫，不，老秦，我明
明白了，我啥也没说，我什么也没说、啊。你聪明了。败家子，还那么笨，笨死！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交钱了没有那位？食料和运食料之人的过桥费都全免，他还分文不取，这是真的吗？师爷说了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这师爷他能算是君子吗？而且他能分文不取吗？不管是真是假，明日进食料，便知分晓。加油！哎，加油！那个山上啊，走啊，走！赶紧的，快去帮忙，都去！走啊，走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小心点看！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，慢着点，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！哎，小心点啊！起杆，起杆！慢点！哎，小心头，小心头啊！小心点！走走走走！是啊。开工大吉啊！唐贤弟啊，真是没想到，这么顺利呀！你可别食言啊！当初你答应我的，调修好了可是得收钱的。没错没错，我当初的确同意过此事，但是呢，收费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对，哎，文兄啊，你同意收费吗？我当然不同意了。那徐贤弟你同意吗？这我也不同意呀。那赵师傅、孙师傅、钱师傅，你们同意收费吗？不同意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大伙儿都不同意。我不管，当初是你答应要收费的。那既然祝兄执意要收，那就只收祝兄那一份好了。好，这个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怎么样啊？不是你的啊。好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走吧。哎，干活去吧。走啊！我才不去呢。是不，大爷？按这个进度啊，1天就能完工。真的假的？太好了，这桥一修完，大伙就可以随便过了。是不是？以后啊，咱买东西再也不用那么贵了。是啊，对，到时候啊，这宁王的四贤桥啊，我看他怎么收费。各位师傅，你们辛苦了。师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看大家修桥辛苦啊，来看望大家的。师爷，我们公子他不在，他在我还不来呢。哎呀，修桥是功德呀，各位是功德无量啊。本人特意准备一些水酒给大家解乏，请大家多喝几大碗啊。另外还备些小菜与大家下酒，多吃点，多喝点啊。行了，大伙儿赶紧干活吧。干活！别了，干活了！去！二位，问一下啊，你看你们修桥特别辛苦啊，唐公子一定给不少工钱吧？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我们是义工，不要钱。义工不要钱？不能吧？怎么不能啊？唐公子手里只有8000两银子，只够买食料的，哪有给我们工钱的啊？8000两不可能！我明明给他15000两银子呀，除去8000两的食料钱，还剩7000两，足够付工钱的了。你不能信口开河呀！我怎么是信口开河呢？你个老……行，我有证据，不信你们看啊！这点兄弟还真是不一个，是不是15000两？好小瞧，真是15000两啊！那能骗你呀？这不是8000两，怎么多出7000两啊？那其他的钱呢？哎呀，行，别瞎猜了，这说不定是假的。你看看字迹，也不像是假的。这是个署名，这不写着了吗？唐公子和祝公子的字，别说还真像公子的字呢。要是真的，这就是骗我们来做义工。我不干了，我也不干了，不干了！不干了！别不干了！我不干了啊！修桥是功德，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？怪我多嘴。走，来，证据。没门儿！
走！哎呀，你们这如何是好？你们陷我于不义嘛！你说不干就不干了，你说，哎呀，你不给钱就不干，你们真看看，今天我就问你一句，这字据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什么？你们果真拿了人家15000两？收据是真的，但内容绝对是假的。我们只收了宁王8000两银子，并不是上面写的15000两。那为什么啊？那是因为师爷贪心，他想中饱私囊，非要我们写成15000两不可，要不然他就不给我们那8000两银子。请几位师傅相信唐公子的话，他这次为了修桥啊，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，他不可能贪这个钱的。是啊，我以你们表侄师傅的人格担保，这种事情我们肯定不会做的。啊，长期和3位公子相处下来啊，这3位公子的品格呀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是。那我们就相信这3位公子嘛，就相信你们吧。哎，你看这事情说清楚不就得了，是吧？啊。对，说清楚就好了。好了，咱们先回去吧，明天一早还要干活呢。好，几位公子啊，我等先告辞了。几位师傅慢走，慢走。多谢。辛苦。哎呀，诸位仁兄快走啊！赵师傅说，桥梁今日就可竣工，下午就可通行。咱们如若迟到，就失礼。好。哎，堂兄，你看，什么情况？不是说今天竣工吗？怎么成这样了？是啊，这去看看。快，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师傅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不知道谁把这批石料凿得不合尺寸了啊？恐怕要报废了。报废？也就是说呀，这些石块已经被人凿成废料了。即便公子有心重新修桥，这些废料也不能再用了，必须呀再掏8000两银子重新购石料啊！那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对呀。孙师傅，那赵钱2位师傅去哪儿了？一直没见人影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走吧，回头再说吧。要我说啊，肯定是赵石匠和钱石匠受不了坏人挑唆，一举捣毁了这桥。不，你说他们怎么那么容易被人挑唆呢？那还用说吗？不就是那张收据？还提收据？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啊，违反诚信的事儿不能干。几位公子，看见我家少爷了没有？刚才就在这儿呢，啊，人呢？去哪儿了？去那边了吧？那我先去找找去啊。那走，走。这是宁王爷赏你们的40两银子啊，你们一人20两，平分了吧？怎么，后悔了？何必呢？你们这也是基于义愤，凭什么呀？啊，钱都让唐伯虎他们挣走了哦，你们却在那儿打义工，天下哪有这样道理呀？啊，许他不仁，就许咱不义。他们骗你们白干活，你们弄塌了他的万年桥，哼，扯平了。哎，所以呀，你们心里千万不要有什么过意不去的。师爷，我就问一句话，当初你到底给了唐伯虎他们多少石料钱？8000两还是15000两啊？我说你，当然是15000两了。收据上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真真切切呀！昨天你们也看到了呀。可是如果我真像他们所说的，明明是8000两，我非要说成15000两，宁王爷会放过我吗？首先得看我的脑袋呀！我还能
坐在这儿跟你们说话呀？啊！走走走走走。谢谢谢谢。老安叔，你可回来了？公子还没找到吗？什么？公子还没回来呀？啊！哎呀，坏了！哎，老安叔，你去哪儿啊？唐贤弟，唐兄贤弟！哎，等会儿，那是什么？哎呦！啊！公子！哎呀，公子！哎呀，我对不起你呀！这是堂兄的帽子吧？不会吧？都是我不好。唐贤弟，我没就这样就死了？伯虎，堂兄，伯虎，堂兄，伯虎啊！别躲着了。大半夜谁在这嚎丧呢？老子他妈还没死！小七，哎，你们搞什么东东啊？小七，公子他……我怎么知道？哎呀，公子啊，我对不起你啊！他当时啊，在河边走来走去，我喊他，可是他没有理我，我也懒得理他。哎，你没跟他多聊一会儿？他最近张罗什么修桥的事，这不断我财路吗？有什么好聊的？那后来呢？后来，不见了。公子啊，我对不起你。哎，老安叔，你就别哭了嘛。这帽子在河里面，又不代表人就掉进河里面了。你们找了大半天，不是什么尸体都没找到吗？那为何这般时分他还不回来呀？这也不能代表死掉了嘛。啊，搞不好我们往好的方面想嘛，说不定被什么土匪给绑架了。晦气！哎，公子，你找我啊？过来。哎，拿着。啊，不，这个使不得。拿着。哎，这3锭银子是我们兄弟3人凑的。明儿一早啊，你就出城去找唐公子，这银子够你用3个月的了啊。公子，这万一要是找不着呢？找不着啊，那就接着找。哎，哼，谁跟我斗，没他好果子吃。王爷所言极是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唐伯虎这一死以后啊，谁还敢跟我对着干？王爷，他可能还活着。就算他还没死，他还有脸面来见我们吗？是啊，他不在，我们办事就方便多了。是啊，明天一早你们俩就进城，这个米面、柴炭、菜肉鸡蛋，统统往回运，我们好好大赚一笔。王爷呀，这以后米面、柴炭之类的东西啊，就别买了。此话怎讲啊？您可以直接买地呀，有了地，您就可以自己种菜，自己养猪，自己开油坊，自己养蚕，自己织布，那不比从别人手上买挣钱多呀？说得对，说得对呀！明天这事儿就由你去办。哎，来，来，大赚他一笔。发财了！哎，摆渡走喽，摆渡走喽，1人8千银子，走啦！哎，船家，还能开船吗？这等了半天了。你急什么急？人都没坐满，急什么呀？你喊了半天了也没见人来，这还有人来吗？这小七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
姐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哎，算我倒霉。啊，算了，不收你钱了。喂，我不是来坐船的，我是来跟你借钱的。借钱？干嘛？你不借啊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那个只是不习惯嘛，每次都是我向你借钱。你借钱干嘛？我是借钱给唐公子烧纸钱的。给他烧纸干嘛？你真的相信他死掉了？那我不想相信，可大家都这么说啊。以前大家关系那么好，给他烧点纸钱也是应该的，对吧？哎呀，借点纸钱还需要跟我借吗？现在纸钱很贵的，你借给我吧。涨价了？还差1两。那么贵？现在纸钱涨价了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。干嘛？帮我烧2张吧。哇，破天荒啦！谢谢小七哥。船家还能开船吗？都等半天了。瞧你个死人头啊！话说啊，这唐谢元坏事做绝，到现在为止尸首都找不到。说的是啊，这个年代找不到尸首，也不见得是坏事。哎，此话怎讲？现在的墓地都那么贵了。老爷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来，尝这个茴香豆啊。谢老爷，不必了，我在乡下吃了好多呢。说说吧，这次到乡下收了多少银子？20两。20两？去年还收500两呢，今年就收20两。哎，老爷，今年不比去年啊，就咱们庄园种的那些东西，还不够给宁王交过桥费的呢。再说，好多东西都烂在地里了，这宁王收过桥费的事儿，您得好好管一管呐。拙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代之。什么？我说，再忍一忍，等一等。宁王收钱是为了造炮，造炮是为了谋反。如果此时老夫出手干预，宁王他就收不了钱，收不了钱他就造不了炮，造不了炮他就没法谋反。我拿什么去参他呀？不对啊！你说收了20两银子，现在只有18两，那2两呢？哎呀，这2两不是付了宁王那个过桥费了吗？岂有此理！神功练成了，这么突然吗？徐贤弟啊，我们家就这一根红薯了，你还给掰去一半？你还有多余的吗？给我带几个回去。物价涨这么高，哪有富裕的？我那儿也快断粮了。啊？来，坐下说啊。坐啊。来，干杯。徐红，哎，加入丐帮了你？唐公子找着了啊！来，吃。
我昨天让你画的墨竹图。哦，对，画好了，您看看，啊，不错，给你钱啊。哎，走了，谢谢。先生，来一幅傲雪寒梅图吧。没问题，定金1两，明天来取。没有定金，有钱也不给。啊？啊！哎，当初呢，我的确是想一死了之，但后来想到宁王的嘴脸，后来又想到那个没修好的新桥，就觉得心有不甘呐。所以我就辗转来到了扬州，准备卖画筹款，重修新桥。现在几位仁兄也来了，那我们就一起干，兴许能快一些。那堂兄作画一日，得多少银两啊？一日大概能得50两银子。哦，啊，1人1日50两，4人1日200两，这10天下来。2万两，这用不了几日，我们修桥的钱就能啊！贤弟啊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算算啊！不是，1日200两，10日下来2000两。行，就这么着，咱们明天开始。那我们就走吧。啊，好，伙计，哎，来了，麻烦你结账。客官，您一共花费了3000银子。什么？3000？这么多东西3000？你再说遍多少钱？客官，我真没多收您的，我可以跟您对账啊。不，他们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们想说这个饭菜太便宜了。堂兄，这3000银子。哎呀，徐贤弟，你要知道，这里是扬州，不是苏州，这里没有收钱的桥。哎。那个，待会儿找他付账啊！哎，你先把这桌菜再做一点，我得打包带走。好，先生们，放来2个。追我啊！别乱跑啊！别乱跑！慢点。先生，我昨日订的岁寒三友图哦，画好了。您看看啊，这个是你的。好。能，给您钱，啊，多谢，慢走。哎呀，秦兄，怎么会在这儿遇见你啊？这是我昨日在这儿订了一幅画。哦，对，这位先生的笔墨真是不错。确实如此，我还想要一副对联呢。我听说东关那边有位少年，那字啊写的绝佳，要不咱去看看？我还想要一副篆字。篆字？哎，瘦西湖边来了个先生，篆字写得漂亮，我陪你去看看。这恐怕有些失礼了吧？我已经在这位先生这儿订了。哎，不失礼，去吧。你果真不介意？当然不介意。要说啊，那2位都是我的兄弟。原来如此，谢谢啊，去吧，慢走啊。你说这堂兄一个人干吧，1日50两，咱们4个人一起干，这1日还是50两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人一多，客人就容易分流，在所难免嘛。另外，画儿一多就不值钱了啊，还有客人减价，我今天就被迫降价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你们，哎，尤其是文贤弟从以前就一直看不起商人的。你怎么说话的呀？什么叫以前看不起商人啊？难道我现在看得起啊？所谓复古，都是一些不劳而获、见利忘义的人。古人云：“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；一女不织，或受之寒。”你懂吗？你们瞧，就这个态度，还结交盐商呢，喝西北风去吧。好，那这件事情就交给祝兄处理吧。他交朋友比较在行。那行，把钱给我吧。啊？不是，为什么？交朋友得用钱啊。行，那这里呢，今天得的50两全部给你。就这点儿啊？
这点可不够，唐贤弟，你得把你这20几日画画得来的钱全部给我才成。全部给你？全部啊！你想啊，你想结交有钱人，你得显得比他们还有钱才行啊。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。那好吧，这里1000两是我这20多天卖画得来的，得之不易啊。哎，你省着点花行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来4碗米饭，先吃吧，先吃吧啊！就4碗米饭啊！我要吃菜。再来啊！哟，大爷，您来啦！小女孩等我了，来里边请。伺候好了，好久没来。走走走，哎，拿好啊！哎，好，谢谢，慢走啊。这个，其实这个，放这儿啊。哎，在这儿呢。唐兄，哎，2位仁兄，你们字画卖完了？不是，你有没有觉着祝枝山最近行踪特别可疑啊？他最近是昼伏夜出，行踪殊为可疑。哎呀，咱们不是委派他结交富商巨贾吗？有些应酬在所难免啊。你对他太信任了，你知不知道他每天都去些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青楼。青楼？你们说我们会不会误会了宇明兄啊？绝对不会。这几天我跟踪了他2次，都是我亲眼所见。堂兄若是不信呢，等他来一问便知。哟，啊，祝兄来了，来了。等等了啊，吃饭啊。祝兄啊，前几日我们委托你去结交豪富盐商，不知道进展如何呢？大有进展。你给我那1000多两银子，全都花出去了。这叫什么进展呢？这当然是进展了。出门在外都不认识人，陌生的地方，最重要的结交朋友的方法就是花钱。最害怕的就是钱花不出去，只要钱花出去了就有眉目，而且不能断，一断的话容易前功尽弃。所以说诸位这2天卖的画卖了多少钱啊？卖画挣钱，这你就别管了。我们就想知道这钱花在哪儿了，说说吧。吃了些山珍海味，买了点儿古董字画，送了些珍珠玛瑙，别的，你们是不信我是吧？行，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啊，小弟我这几天去，青楼了。祝兄，我们让你去结交豪富盐商是为了筹款修桥啊！我这去青楼就是为了筹款修桥啊！这青楼和筹款修桥是2码事儿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啦！敢问这扬州城里边哪儿的盐商最多呢？答案就是青楼。哪个盐商不好这一口啊？想要结交盐商，就要去青楼。我用心良苦啊！祝兄，您这立意还真高尚啊！那是当然，你们仨不是要保住自己的名节吗？小弟我就吃点亏呗。反正啊，如果要是有人在讨论的话，我也豁出去了，不容易吗？那祝兄，你到底结交了几位盐商啊？请问，说到点子上了啊！只要结交，就要结交当地的首富。这个当地的首富姓甚名谁呀？是不是姓林呢？对，就是姓林。叫什么呀？林永健、林俊杰，叫林兴根吧？对，叫林兴根。长什么样啊？是不是高高瘦瘦的？对，个子高高的，瘦瘦的。是不是还有2撇小胡子？
对，还有2撇小胡子。巧了呀！啊，这位林首富现在就在饭馆里呀。林兴根，哎，来了。哎，首富，客官，您有什么吩咐？这位大爷要打赏你，给他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。在下叫林兴根，家住扬州大鲁镇，是这个饭馆的伙计。谢谢客官。去吧。哎，是。哎呦，你说这个扬州城里还真是卧虎藏龙的啊！首富都能当卧底，到餐馆里当伙计。祝兄，你别隐瞒了，赶快跟我们说说这几日你都结交了哪几位盐商啊？啊？一个都没有。慢着！我只身前往青楼里面，每天就是争风吃醋、炫富斗富。慢着！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筹款建桥。我怎么那么想掐死你呢？争风吃醋和筹款修桥这2码事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了。你想，这筹款建桥是求人的事儿啊。俗话说，上山擒虎易，开口求人难呐。这筹款建桥容易吗？容易吗？俗话又说了，请将不如激将。想让他们出手，必先让他们出丑啊。我这么做就是孤注一掷，赶快把他们给比下去啊！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告诉你，进到青楼里面，我进去点的就是头牌啊，因为头牌最贵呀，大家都知道。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没关系，我进去点了这个头牌，这样啊。这就是你们这儿头牌啊？不是，不是叫你化妆化得漂亮点吗？实不相瞒，这确实不是我们的头牌。那就赶紧叫过来头牌吧。不行啊，他今天已经被那个盐商吴大爷给包过去了，脱不了身。什么叫脱不了身啊？赶紧给我换过来！那怎么行啊？人家吴大爷打赏了200两银子胭脂水粉钱呢。给你1000两。还不快去！啊！1000两你全都点了头牌？对，个屁！听我说嘛，要是论银子的话，我肯定敌不过那吴相公。他这100两100两，我哪跟得上他呀？我就干脆孤注一掷，咵！1000两全都上去，先给他炸懵了，让他摸不着我的底。哎，杨姑娘，哎呀，2位大爷，对不起呀。哎，妈妈，那边有位祝公子想请杨姑娘过去一下。什么？哎呀，我也没有办法呀，谁叫那位祝公子打赏了我1000两胭脂水粉钱呢？那我给你2000。哎妈，吴兄，不可，这个祝公子来者不善。出手就是1000两，对呀，恐怕有些来头，咱们不可轻易相动。那你的意思？